宣下主力，夜清雪，五盖寰宇，天下无双。神功称尊，征战万域，万邦祖仪，战功无胜。封大夏武神，赐雷木九节杖。雷木九节杖，金戈不断，万古不朽，乃天下第一奇物，与大夏不朽，至尊不朽。今日我为武神，誓死守护大夏，万世安宁，万民安宁。犯大夏者，虽远必诛。大夏武神，震烁古今，独断万古，东瀛西陵20国使臣，携20国国书，愿为大夏武神讨效尊号，圣人至尊，恭贺无上圣尊登顶万圣台！恭贺无上圣尊登顶万圣台！凌绝尘，我取代你成为圣尊，这3年来我做的如何？是否真正做到了天下第一？不，你还不是。圣尊绝代风华，功高盖世，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出其之右？苏明。都吃的。今年呢收成不错，你们享福了。那你确定他就是你说的天下第一？一个庄家？绝不会有错。你若不想臣服于我，编造个理由我可以理解，但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身上毫无修炼痕迹，跟凡人不异。这便是他的境界所在。以你的修为，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道理，你该不会不明白吧？正因为我在迈向这个境界，所以我才认为绝无可能。无论怎么看，它不过是一普通蝼蚁，我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但如若它真如你所说，那我愿意让出无上圣尊手。帮助植物生长，别浪费。简直胡闹，浪费时间，走回去。上京陈家给您准备了接风宴，陈家就是陈啸天的家族，大夏6军之一，我可以给他们个面子。走吧。哦，难道是深藏不露？别急，再看看。臭死了！苏明，给我滚出来！你谁呀？我是夏总的助理，韩雨。夏淑仪。他来了。沈呢？跟你没关系，我们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夏总要跟你离婚。离婚？一个恶臭低贱的农民也妄想野鸡攀凤？农民怎么了？农民就不配拥有爱情吗？爱情，爱情值几个钱呢？从你下山到现在，一直都是夏总单方面帮助你，你对夏家有任何贡献吗？有爱情能当饭吃啊？怎么没有？你看，当年老赵就是在我这儿摘了不少菜走的。够了够了，懒得跟你废话。我今天过来是来通知你，不是来征求你意见。
苏明，这是我的决定，签了离婚协议，我可以给你补偿。这卡里的钱足够你荣华富贵。不用，娘，我现在就可以离。拿来吧。拿走。离婚协议书啊，你该不会是没带吧？这么不真诚。不是，你不应该求一求我吗？你都要离婚了，我求你干什么？我告诉你，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记上你一定会后悔的。你能让谁后悔啊？干什么不好？当一农民，就凭你，老子一天赚的钱都够你赚10几辈子。你又是谁啊？村夫，看好，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就是上京第一世家大少，当今圣尊麾下龙君之子陈志龙，陈少。家父龙君陈啸天。陈啸天？我不认识。傍上啥大款了？你我身份本就天差地别，你只是一个女人，而我哪怕在上京之中也有一席之地。我希望你不要阻碍我前进的路。我劝你一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约着就想跟你玩玩，到时候给你点甜头。你怎么还急眼了？苏明，陈少是你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乡下农民可以妄论的吗？你除了这个破农场的还有什么？难道要我一个堂堂总裁陪你耕地不成？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认可。所以离婚协议书呢？好，我给你一点心理建设的时间，回头到上京，我们把手续办了，从今以后再无关。不用，我现在心态。老实说，是不是没带离婚协议书？你是不是没带离婚协议书？不是，我走得急。行了，赶紧去准备离婚协议书，等我交完菜就去给你办手续。反正离了婚，我还能找个更好。你别后悔。不是，是我要离婚。还有，把卡拿回来，不想理他。是。白痴！今晚圣尊的接风宴上，夏总将会鱼跃龙门，而你就在这个荒郊野岭当个废物，孤独终老，还找个更好的，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你这个癞蛤蟆，也配。看似无所谓，但心却乱了。看来还是脱离不了凡尘俗世。不以凡心经世，如何能够得成大道？哦，既然你这么推崇他，那让我好好看看他到底有几分真本事。如果今日他胜了，那圣尊之子即刻一辱。圣尊，叶清雪。太冲动了，赶紧给我走！林绝尘，圣尊一身修为已入化境，天下无敌。你好歹也是曾经的第一人，害怕什么？不明白，你们都不明白。待会儿的大战，不是你我这种人能够观摩的。正如你所说，我也曾辉煌，我的眼光会有错，我的亲身经历更不会说谎。强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强。走。破绽百出，对于我也没有任何察觉。天下第一，可笑至极。看你可怜，本圣尊说不就成？想我苏明一心一意，从未逾矩，终究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一步。没想到，终究还是一场交易。师傅，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真理？
天人合一，万象随心，这真的是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什么情况？哪儿掉出来个女人？你谁啊？没伤到哪吧？这浑身都湿透了。经脉封紧，动不了。你做了什么啊？什么？我做什么？这大冷天的，别感冒了，去我屋里烘干一下。最近甲流很严重的。你把我经脉解封，我用内力就能好。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承认，刚才偷袭是我不对，但你也不要这么羞辱我吧。这下坏菜了，这脑子有问题。还在装，真是无趣。本圣尊若全力出手，未必会输。这个混蛋！真是倒霉啊！这荒郊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去找医院？离婚的事还没办完呢，现在院子里面又调上来个陌生人，这看着伤势也不严重啊。算了，先无有了吧。我给你熬个鸡汤，要是还是好的，我再给你找媳妇。我叶清许对你不共戴天。你醒了，刚好鸡汤来了。我刚才看你昏迷不醒，伤势也挺严重，这人命关天的，我就没多想。哎，这怎么缺了一块？缺的还挺别致的。不错，那个，先把鸡汤喝了，暖暖身子。看我醒得及时，就在汤里下毒时，你知不知道毒杀我是什么后果？我说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你私闯民宅我就没怪你，我救了你，你还在这疑神疑鬼的。这方圆10里谁不知道我苏明是个好人？呸！这荒郊野岭方圆10里就你一户好人，堂堂天下第一，却伪装成一个农民，害得我亲爹。你也配叫好人？有本事就解了我的血，我们来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这也没发烧啊？难道这脑子有问题？这人长得挺好看的，可惜了，可惜了。那个，我把汤放这儿了，你饿了记得喝。我先去浇菜了。有破绽！我叶清雪何等尊贵之躯，岂受你折辱？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怎么了？伤得这么严重，还能整出这么大动静来？没事，你出去吧。睡觉好，又断了几个经脉。那个，你把鸡汤喝了，能走就赶紧走啊！我这里不留外人。真是可恶！明明实力超群，就用这把猛药戏耍。现在估计就在门口等着看我笑话。若是让你得逞，我叶清雪的威名该放在哪？不行，得想想办法。这是九阴金凤的味道。等等，怎么了？我们这叫会上京等圣尊吗？这么久都没动静，要不回去看看？什么天才地宝我没尝过，区区九粒金凤。叶清雪就算是饿死在这张床上，也绝对不会吃你一口东西。要不你继续。全部恢复了，风脉也解除了，不愧是九粒金凤。你这不是活蹦乱跳的吗？你竟然敢这么小瞧我！打伤人不算，还要谁要将我治好？你是想说我的生死全在你的掌握之中吗？可笑，你终究还是低估了我。这次我不会再轻敌，来决一死战！病人就应该好好躺在床上休息，你这上蹿下跳的，不利于恢复。对不起，我错了，你能不能放我走啊？你这胡言乱语的，确实让我有点担心。这样吧，你还知道你家里人电话吗？或者让他们来接你。你是在套问我有没有同伙是吧？那你就看错了，我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出卖朋友的事情。你卑鄙无耻！你怎么还骂人呢？也罢，等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你住在哪里，或者知道睡觉，下雨了知道躲雨，饿了知道吃东西。哦，对了，地上的东西别吃，到时候你就回去吧。你知不知道你在羞辱乃当世圣尊？啊，圣尊？圣尊？没错，圣人至尊，节制天下兵马，统御十方权贵，是天下共主，唯有天下第一才可当得。你的实力确实冠绝古今，配得上这个位置。只要你放我离开，我立马退位让贤，推举你成为新任的圣尊。届时，九州之地哪里你都去得，九州之物只要你想要，都是你的。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还天下第一呢！行了，你快回床上躺下去吧，我给你加点茶。你不相信我是吧？好，我证明给你看。你干嘛？我在召唤雷木九节杖，今天我就将它赐给你。唉，还是先把他安顿好了，再去上京吧。怪可怜的。此乃国器雷木九节杖，坚可断金，不朽不灭。今天我就将它赐给你，只要你向天道发誓，此生为国为民，将守护天下视为己任，就是下一任圣尊，成为天下共主。
子小，你能不能玩点东西啊？这是国庆，国庆啊！传承千古都没有丝毫手，就被你趴着处理。行了，幼稚，柴火烧的差不多了，上去吧。跟你拼！别吵吵了，我还要去处理我前妻的事情，你先好好休息。前妻，夏家那个，你认识？他们不配我认识。不成了，又翻篇了。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养伤？等我处理完了，我就带你去医院。不行，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什么？就你这疯狗一样的精神状态，我要是敢带你去，你不得给我惹出一屁股的事来？惹事，就算我把天都捅破，也没人敢说我一句不是。今天晚上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届时你会知道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苏明，我真期待，当你知道我是圣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你去也可以，不过不要逃了。等我办完离婚，我就带你去找你的家人。怎么了？一件普通的大衣上，你居然刻了阵法，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啊！不对，这是道法天成形成的天然阵法，可隔绝一切仙境以下的部分。你的修为到底到了什么地步啊？喂，这就是一件普通的大衣，我穿好几年了，别一惊一乍的。这衣服要是拿去拍卖，整个世界只有3个人能买得起，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好，待会儿你老实点，别一惊一乍的。等找到你的家人呢，我就把这件大衣送给你。当真？当真啊！快把鞋穿上，待会儿就把你送进警察局。牵着点，别走丢了。怎么回事？圣尊征战天下这么多年，纵横寰宇，从没有被一个男人牵过手啊！没想到圣尊还是栽在了苏先生的手里。怎么可能？我看圣尊身上并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这苏明难不成还能瞬间制服圣尊不成？曾经我也是一世至尊，听闻绝品灵药龙涎草出世，便下山寻找，找到了这里。然后呢？然后龙涎草，这他妈都是。没错，就是这个味道。若我将这里的龙涎草全部服用，这个天下，不，或许我能得亏真正的大道。喂，干嘛呢？我尼玛，臭菜！这位导演，这里是您的药田吗？这些龙涎草我要了，我用五行珠来换。虽然不是至宝，但哪来的神经病啊！想用一颗破珠子换我一帮芥子，赶紧跟我出去，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而后他就偷偷地打了我一顿。虽然得到了龙涎草，但是什么？那时候我身为至尊，正值年少轻狂，就是在这里，他给了我几个大逼斗。你知道吗？这大逼斗子对我年轻的心来说，
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啊！既然你们夏家有一株龙涎草，那么必然能在上京城占一席之地。如今圣尊威压当代，震慑寰宇，而我父亲更是其麾下战将，与慕云兰和前任圣尊凌绝尘齐名。等圣尊从万圣台上归来，有资格为其准备一场接风宴。所以，你夏家如果拿出龙涎草和我陈家合作，必然大有所为。这龙涎草是当年我父亲传下来的，是我夏家的镇族之宝。若是能献给圣尊，也是我夏家的福。放心，有我陈家牵线搭桥，况且以你和我的关系，夏家崛起成定局。那就多谢陈少了。哎，这不应该的吗？马上不就要成一家人了吗？走吧，今晚的大会就是给你夏家造势，该出席了。哎呀，你快点，我后面还有事儿呢。干嘛呢？你说说，怎么就这么抗拒去警察局呢？小孩子心想，警察叔叔呢都是好的，你就死不把口罩摘下来。我堂堂无上圣尊，居然为你吼偏进警察局，我脸都丢尽了，你要不要全毁？你这人真是其心可诛啊！我怎么你了？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要不是看你孤苦伶仃的，你早就被坏人带走了。你以为我想管你啊？我求你别管，现在就放我走。那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说的。哎，干嘛呢？看见门就要往里闯？给我滚！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两位大哥，他脑子有问题。你们多担待，多担待啊！他妈又谁啊？我是夏淑仪她老公，他叫我来。老公？整个上京谁不知道夏小姐就是陈少的女人？而今天这场大宴，就是夏小姐和陈少为圣尊举办的接风仪式。得罪陈少，他妈是不是不想活了？他的女人，我们还没离婚呢。那个陈什么的，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哪来的神经病？真他妈晦气！门口有人闹事，过来替人解决。老娘就是圣尊，要紧谁呀？谁呀？这什么情况？谁才进来？看样子是我的，无者又如何？陈家主还是圣君麾下的龙君呢。要是想以武乱进，你们最好掂量下自己的身份。怎么回事？还打起来了？王经理，这个人说的是夏小姐的老公，这个他说他是圣尊。哎呀，真是林子大了，什么人都有啊！这大白天的痴人说梦。你要是圣尊，老子就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现在就让你上西天！哇，小安影家家的力气怎么这么重？如果他们瞒着，那我们就想想办法，改天再来。不行，今天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终究是个定时炸弹。他们的财产和你这家酒迟早被扬生如涂炭。你怎么能把我想的这么坏呢？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还不够坏吗？你3番5次戏耍我，草菅人命，玩弄人心。你胡说什么呢？我没有。哎呀，你们俩要吵，去别的地方吵，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啊？现在让我们进去，陈家不一定问罪你，但不让我们进去，你们一定会死。哎呦，我也没说不让你们进啊。算你识相。走。不好意思，王经理，这怎么办？不怕老子有毛病的，
又怕神界面会光复。听说神界面杀人好像不犯法。算了，不值得。这点事儿直接上报吧。啊，是。我都跟你说了，出门要低调，别闹事儿。你看看你，你就说进来了没？要是碰到一个没那么怂的，我们今天又得去警局。不是这个组合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啊，听说呀，陈少广邀天下豪杰，肯定是什么不出世的高手。那咱也上去结个眼缘吧。啊，走。哟，苏明，没想到你还真敢来。我想好了，我会净身出户。农场是我贷款经营的，所有的债务我自己来还，不会落在他的身上。都离婚了，你还要帮忙还贷款？没看出来，你还是个舔狗啊！你这什么话？什么舔狗？我们这是和平分手。苏明，你那点三瓜两枣的资产我看不上，你自己留着吧。今天我还有事儿，你先回去。等我忙完了，我们就把离婚手续给办了。行，那我在外面等你。接风宴都开始了，怎么了？这就是你找的新欢，怪不得答应的那么快。我跟他没关系，只是不用解释，我不感兴趣。不过今天的接风宴，你们俩该不会也想参加吧？我要是不参加，你们给谁接风啊？原来如此啊，苏明，我还在想到底是哪个女人这么不长眼看上了你，原来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你们知道今天是谁的接风宴吗？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嫌命长吗？不是，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走，去看看，走。苏明，你看好了，这里的每一位都是上京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若是震怒，整个上京城都要颤三颤。而你们正在挑衅的，就是连他们俯首称臣都不一定能见上一面的大。行了，别在这胡闹了，跟我回去。什么胡闹？你没听他说吗？这些人就算是装孙子，我也不会多看一眼。哦，你这意思是说你就是圣尊了？没错，无假包换。不过苏明的实力深得我心，所以趁着今天，我会宣布让苏明继任圣尊之位。你说什么呢，大傻川？你干什么？这么多人在，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面子吗？还面子？什么面子？谁让你下大营杀人的？虽然我从未出过，但我也听过圣尊的名号。人家打遍天下无敌手，你呢？你躺在我家菜园像死狗。圣尊要都像你这样，那大夏早就亡了。整个大夏能打败我的人只有你。一个白痴，一个贱宠，还真是天造地设呀！苏明，赶紧带着你姘头离开吧，否则引起众怒，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上京城。夏少爷，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我同意离婚，你有必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收起你那可笑的自尊心，在这个地方，它分文不值。长得倒是还不错，就是眼光太差，怎么能看上一农民？哎，你们俩赶紧滚回你们那个热炕上做一对废物去吧！啊！小姑娘造黄谣，你是不是太过分？陈少，陈少，我说你这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动不动就飞起来？这是什么风俗习惯吗？我也不知道。
先生，你没事吧？我操！居然敢对陈少动手，你们两个活腻了吧？现在还有人不知道上京城姓陈？怎么想旧情复燃？人家现在未必看得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说了，只要你现在这里，都得对你俯首称臣。苏明，你个蠢货莽夫，敢对陈少出手，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要是因此影响夏侯，你10条贱命都不够赔的。苏明，他妈找死你！哎，等会儿，我干什么了？装什么无辜？刚才所有人都看到你对陈少伸手，不是你动的手，难道还有鬼不成？果然是农民心性，没脑子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性。夏总跟你离婚，还真是离对了。这种嘴上没上罚的白痴，教训教训也好。放肆！苏明，好好管管你的屁股，撒开你的脏手！劝你别激怒你前夫，否则在场所有人都得死。大姐，谁给你的自信啊？你呀？这女人谁呀？口气这么大！哼，在座的哪位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位不是亿万身家啊？别说所有人，这里边随便出去一个，都能掀起上京巨浪。哪儿来的野女人，在这里放肆？哎，各位，这话我可没说，我没说。我说的。他说的，难道不就是你的意思？没担当的东西，自己带来的人，如果不是你的授意，他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苏明，你现在要是跪下来，跟我们在场所有人道歉，兴许我们还能放你，否则……说你够了吧？你要是再敢胡搅蛮缠，就别怪我不客气。不客气，你倒是不客气一个试试啊！哦，你瞧我这记性，你旁边这位不是圣尊吗？那你赶紧让他来制裁我。你看，被笑话了吧？现在匹夫之怒，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没有任何威慑力。只要我能证明我自己的身份，这些都不再是问题。我给你个许愿的机会，3分钟之内我会实现它。怎么样？你是圣诞老人还是阿拉丁神灯啊？还许愿？你别说废话，赶紧说。我想要成为百万富翁。太低级，根本配不上我的身份。我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吧？那行，他们不是说有1万身家？我这人仇富，你要是能把他们都变成穷人，那也行。云岚，是我。我现在在帝豪千阙，3分钟之内，我要让在场所有人银行卡冻结。完事儿。就是完事儿了？那不然呢？这点小事，我金口玉言，3分钟的事情。我王氏集团100年历史，经历那么多商战都没倒，一句话就能让我破产啊？可笑！别说是你，就是圣君麾下的6君子也没这个能耐。我说你们俩在这唱双簧呢，啊，还让所有人破产。你要真有那本事，你怎么当农民啊？苏明，今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别再捣乱，否则我也护不了你。哎呀，夏总，得罪人的又不是您，您就别劝了。您啊，是救不了一个非要找死的人，关键是还很爱做白日梦。你就这么确定他不行？万一他真行呢？还是你有眼，无可救药。我是想赶紧处理完事情回去，给你3分钟时间，过足戏。放心，很快就能解决。来，你干嘛？滚开！
你干嘛？自然是找个适合观赏的视角，才能看到众生百态。你也该提前适应这个规矩。我们就不能安安静静度过这3分钟？先王登基，自然是要轰轰烈烈的。你们要胡闹到什么时候？赶紧下来，那可是圣尊站的地方。疯了吗？赶紧滚下来！你们真是看我陈志荣太好说话了是吧？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我，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大开杀戒了。喂，说什么？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怎么回事？能，开始。我勒个去！看到了吗？这就是权势的力量。你来真的呀？怎么样？现在相信了吗？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这怎么可能啊！究竟是何方神圣？你这意思是说，你就是圣尊了？没错，如假包换。圣尊？不可能，不可能！圣尊一直是和蓝军和凌天军同行的，怎么会和这个农民扯上关系啊？不可能，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认识圣尊？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走了个狗屎运，凑巧罢了。周老，您来了。您刚才说的狗屎运什么意思啊？当然是为了2天后的神皇宴。我刚接到通知，凌天军临时召集大夏各大银行的总经理，商讨神皇宴之事。不过这仅仅是个测试，各位不必大惊小怪，稍等片刻即可恢复。哎，还真恢复了。你这天卡怎么一下就没？不可能啊！我这还没发话呢。啊，凌绝尘，我不是打给云岚吗？您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少爷，你怎么受伤了？就是这个废物偷袭我！哦，喂，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我当时就拉了一下你的机灵，然后你就飞出去了。这读过书的都知道，这不符合物理学定律啊！阴阳怪气，看来我周元英沉寂的太久了，很多人都忘了我上京猛虎的名号。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阴阳怪气来着？现在老头碰瓷儿都要这么大胆吗？一张嘴就给人定罪啊！让着点3脚猫功夫就出来耀武扬威，赶紧滚，否则你今天狗命不保。你能不能消停？看我干什么啊？我说的也没错呀，像这种人，以你的实力就能捏死大片。你嘴巴你！哪儿来的野丫头，竟敢羞辱老夫！那老夫今天就要领教你们的本事，有没有你们的口气大？哎，那个周老，他脑子有问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现在就带他回去。苏明，这就是你找的新欢啊！周老可是陈家供奉，龙君心腹，你惹怒了他呀，恐怕今天很难善了啊！哎，我说你这女人能不能少拱点火？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在安抚两方吗？你们城里人怎么戾气这么重啊？哎呦喂，是谁说今天在场的都得死啊？现在轻飘飘一句有病，就想欲盖弥彰了？哼，要是你先别说话。苏明，你在打伤陈少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清楚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哎呦，差点忘了，你呀就是个只会挥锄头的泥腿子，你哪会知道自己得罪了什么层次的人？我说什么了？这话不是我说的，而且我也没打伤人。怎么，敢做敢说？现在周老来了不敢承认了，窝囊废！那个，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从进来到现在，我有挪动过吗？你说打人，我有动过手吗？我有动过手吗？周老，今天是我陈家跟夏家的大宴，我不想某些人的鞋脏了这里，您先让他走吧，之后我自个出。走？不可能！老夫我纵横江湖几十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今天他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谁也走不了。哟呵，我说你这老头半截身子都入土了，还敢？我给你交代，再迟点我就让你交代着。你干嘛又说这种话呀？我……哎呀，周老，他居然还恐吓您呢！完了，他们完了！周老每次大叫都是要杀人的。这下可有好戏看了。苏明，赶紧向周老道歉。周老一身修为，已化路径，这一掌下去，你恐怕就要化为一滩血水了。夏总，没必要再因为这个小子来得罪陈家了。他现在这个样子，完全就是他咎由自取。还血水，他敢碰苏明一下，他估计都得散架。真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叫赤毛飞掌，竟然设防，真是鲁大。周老，哟呵，叫这么凶，就这呀？鼠子，还敢辱我！周老，哦，又来了个耍杂技的。那个女人的大阴症，刻意的阵法，居然连我都不能打破。周老，啊？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来骗钱的。想要钱是吧？可是你们讹错人了，我这张卡里也就剩个1000把块。不过你装的挺像，商量。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真当我陈家无人是吧？哎，我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莫名其妙的来了个老头，咋咋呼呼的扑上来，然后自己摔倒了，现在赖上我了。就是，苏明根本没骗。哎，你终于做了回正常人。当然，他连我都伤不倒，你想伤害怎么办？技不如人，就在这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害不害臊了？别说一次，就算再次，真心也不一样。黄的没边了！你他妈别冲动，叫人马上叫人，发布龙军令。什么？龙军令在此。龙军令竟然是陈家最高规格的传话令！天哪，居然是传说中的龙军令！来人！是。就算事情真的闹大了，君先入地清零，万中起出，不死不休。苏明，你真的完了！龙军令祭出，不知道会有多少宗师前来。苏明，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农夫，没想到你这么胡闹。聪明的话，赶紧走吧，逃出上京，甚至逃出大夏。这龙军令也叫必杀令，敌人不出，誓不罢休。快走！天杀的！哎，我就离个婚，怎么惹出这么多事儿了？到现在还没有点眼力劲，非要把你们陈家全部拖下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介意让陈家覆灭。覆灭陈家，龙军令在此，家父陈啸天，谁能亡我陈家？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了，过了点再不交税，我的菜都蔫了。哎，别走啊，待会儿还有重头戏。反正我要走，你走不走？走，你走不了了。你们又是来干什么的？
竟然是他们来了。他们是谁呀？南疆圣女团，一手邪术贯穿古今，武术更是登峰绝顶了。曾经他们4人在城外即可击杀万人，死者全身溃烂，脸上是恐惧到扭曲的遗像。最可怕的是，即便是死去多时的人，依然可以化身傀儡，起身伤敌。居然是他们！没想到龙君令居然能把他们都召唤前来。听完陈少发布龙君令，我们南疆圣女团前来接令。哎，你们离我远一点啊！苏敏，还不赶紧跪下来求饶？说不定啊，看在夏总的面子上，陈家还能留你全尸，否则你待会儿可要被炼制傀儡。我们炼制傀儡也要挑人的，眼前这位身上没有任何修为波动，乃是下乘品，不过长得倒是挺可口的。你别这么看我，快试了呢。歪门邪道，不值一提。虽然不知道谁给你们信心，但陈家势大，谁都想跟陈家攀上关系。他们只是开始，之后会有源源不断的高手前来。今天你们恐怕难以逃出上境。哦，不是我不相信，是我真的很想开开眼界。这陈家是不是能在上京只手遮天了？禀告少爷，门口已经包围了1000名死士，只要一声令下，便可入城斩杀邪敌。另外，10万宗师也已经在赶往上京，并且凌天军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大夏6军之一的凌天军，居然连凌天军都惊动了，真的假的？我陈青乃是陈家供奉，所言岂会有假？家父龙君与凌天军同为圣尊麾下6军之一，平时也互通有无。见到龙君令，定然不会放任不管，这有何奇怪？你真以为凌绝尘的家伙是你叫来的？不是我，难道是你？看来是慕云兰告诉他我在此处，前来结束这场闹剧。哎，不是吧？你的意思是，就连蓝军也同你有关系啊？还真把自己当圣尊了。哎，苏敏，你到底是从哪里找这么个活宝来当姘头啊？不怕被传染？哎呀，忘了你呀，也是一个白痴。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这场闹剧该结束，但不是凌天军来之后，而是现在。愿为陈少赴汤蹈火。现在杀了他。是。这什么行为艺术？姐妹们，把它练成炉鼎，供我们享乐如何呀？急！这小子完了，下一个就是你！你竟然敢和南疆人合作，不要命了！那又如何？这4位连龙君都忌惮3分，因为他们的功法作用于元神之上，除非他是内心无比坚定之人。但不过3秒，他并不明显，很明显，他并不是。竟然这么容易就侵入他的意识，他居然丝毫不设防，看来不过是个凡人。开始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他叫什么啊？仙，他是仙。仙。
他是仙。仙什么意思？一座仙宫，他的元神之中，他居然把一整座仙宫锁在了自己的元神之中。他是仙，不，他不是仙，他是传说中。什么情况？我居然站着睡着了，这地方不干净。你不好奇发生了什么吗？我原以为你只是肉身修为通天彻地，没想到你居然连元神修为也这么匪夷所思。什么意思啊？刚才那4个女人呢？她们在我面前跳了一段行为艺术，我就睡着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催眠术啊！这可是人类发明的一重大发现。苏明，你到底是谁？什么我是谁？南疆圣女团可都说了，元神之中锁着一座仙宫。我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我脑门撑死装下一瓶啤酒，还仙宫？你咋不说巴黎铁塔呢？疯子的话你们也信？早就听说有钱人都迷信，没想到这么夸张。他们好端端的，怎么会疯？不是你们这事都能怪到我头上？南疆古树也敢登堂，我顺手处理了。有人有意见？见过林天君。原来如此，刚才是林天君出手了。我就说嘛，什么元神中锁着一座仙宫，这句话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更何况那个人还是苏明。切！哎，我怎么了？还用得上更何况？我就特殊。又来一个。少爷，既然林天君到了，那这件事情就应该告一段落。哼，林天君乃前任至尊，地位比家父还要高上一筹，算得上圣尊之下第一人。苏明，你们还敢像刚才那样大放厥词吗？怎么不敢？他来的正好。哎，等会儿，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哎，你别转过去啊！苏敏，站在你面前的这位，乃是大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天君，可以和大夏都要颤3颤的存在。你一介村夫，也妄想套近乎？套近乎？林天君这次来，恐怕就是取他狗命的。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就菜儿偷菜？苏先生。哦，你当时不是说没有钱，快饿死了，现在混得挺不错啊。那我菜钱。苏先生。苏明，你知不知道他是谁？这重要吗？你们都不听重点是吗？重点是他欠我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苏敏，林天君节制圣尊麾下兵马，手中掌握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他想要的东西，一句话就能让所有权贵倾尽全力。他会看得上你那些破菜园的那些野草？什么林天君啊？你们别都被他给骗了，他身上连100块都没有。给我闭嘴！林天君，此人张狂无比，口出狂言，不把家父放在眼里，更是放话要将上京权贵全部诛杀。现在更当众辱骂您的名头，此时不杀更待何时？是啊，林天君，这小子太狂了，杀了他！苏明这下真的完了，林天君出手，哪怕是圣尊都要认真对待。他就算再能打，能打过林天君？我说你们一个个的能不能讲点规矩？就是来离个婚，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现在欠债的来了，我就来要个债，你们非得针对我是吧？你他妈，全都给我闭嘴！找死吧！林天君，您这是你……林天君是何等人物，何等实力，已是随心所欲的地位，岂能受他人指使？苏先生，稍安勿躁。
各位，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要处理琐事的，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关于圣尊。你败了，败，一败涂地。凌天君认识苏明旁边这个女的，那这个女的又是何人？能让凌天君对她和颜悦色？该不会是凌天君的老相好？你们俩只是一道目光就能让少爷去学道勇，凌天君的修行究竟到了何种程度？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悔不当初，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去招惹你。太挫败，太痛苦。你跟这小姑娘认识？见过。你来了正好，现在就可以宣布我是圣尊的身份，然后当众宣布，他就是下一圣尊。不行。什么意思？我的指令你也要违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当世至尊者，仅靠口述就能传承，那岂不是惹人笑话？你说的是有点道理，但是，况且我们跟他认识的时间都不长，万一他不是什么好人，一直骑虎难下，他的实力，你有把握克制吗？还真没有。我现在要不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他根本不会放我离开。那怎么办？所以，你先把圣尊令给我，我来负责掌握。3天之后举办神皇宴，若他心性过关，再决定不迟。那就这么办。好了，你先跟他回去，今天别闹大了，毕竟是龙君的家族，给他点面子。你俩聊什么呢？他问我今天的事是否能够就此作罢，我同意了。那凌天君，虽然他是你的朋友，但是陈啸天给你的本，让你敢质疑我的决定，不敢威胁。算是在场唯一一个鄙视你的。当然，我欠我的菜钱什么时候还？苏明，虽然不知道你走了什么狗屎运，但凌天君既然已经给你台阶下，你就不要再得寸进尺。你也算是捡回一条狗命，赶紧走了，别再出现了。那就改天再理吧。喂，圣尊今天没有空，今日的宴会就到此为止吧。我宣布，3日之后在圣灵山庄举办神皇宴，届时欢迎大家来参加。你回不来，既然如此，那我就归位了。这是怎么变成这样？圣尊不好了，简直被人造反了！是啊。你还真能跑！不要再挣扎了，非要逼我下死手。为什么？为什么？我蛰伏3年，不仅仅是要争一口气，而是要证明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3年，3年，我在你的阴影之下整整活了3年。你知道这3年我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如今终于要拿回我的权利。大逆不道！林觉尘，我统领大夏这3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你难道要为了这一举私欲，让这天下动荡？
若是皇上让一介女流之辈登名，那才是小。贤者为先，这是千古之理。我虽为女儿身，但征战沙场，百国千域，莫敢不走，何以不能登顶？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有苏先生在，你觉得你还能走出这片农场吗？苏先生做事虽随心所欲，但我相信，在大义面前，他绝对不会含糊，也绝对不会助纣为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事不做，无非是因为价码不高。你怎么知道我的条件？苏先生不会答应。怎么了？苏先生，既然条件都谈妥了，那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早在3年前就欣赏您的手艺，以后有机会一定常来拜访。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客气了，您愿意收我的徒，已经是帮了我大忙了。没想到你现在还真的是发达了。哦，对了，今天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哦，哪里，人多嘛，毕竟要点脸。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带我妹妹回去了。林觉晨，苏先生，我不认识她，我不是她妹妹。苏先生，我这妹妹从小脑子就有问题，渐渐性的。哦，这样。那儿还有一个呢，你人脉广，帮我问问他是哪家孩子。我早打听过了，家里早没人了，没指望了。林觉晨，胡说八道！该死！这孩子因为没钱在精神病院待着，偷偷跑出来，他父母早就不要他了。我也决心善款，您心善，多照顾这些吧。也只能这样。那我们先走。苏明，别让他走，否则天下必将大乱，生灵涂炭，你我皆是罪人。苏先生，苏先生，我帮我妹拿药的时候，跟医生问过了，她有点蛮力在身，可能会伤人，要不然您就别管了，让她离开吧。那不行，送佛送到西，她要是好了，我就一定会照顾你。行了，人家家务事儿你别跟着掺和了。而且今天你们不是聊得挺开心的吗？你怎么现在说人是人贩子？放开我！你放开我！啊，走吧走吧，天快黑了，明天见。明天见啊！明天见。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但我赌赢了，圣尊之位是我的了。圣尊绝代风华，功高盖世，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出其之右？苏明，你先把圣尊令给我，我来负责账务。原来如此，原来这一切都是领爵陈设的局，而苏明就是他的帮凶。这眼神看着确实怪小人的，令先生说的果然没有错，确实挺危险的，要不要把他先绑起来？苏明，要么你杀了我，要么我往后一定会逃离这里。事能达成，一定第一时间来向你复仇。死刑！我。真是世事无常，堂堂大夏圣尊
心系天下，却偏偏遇上你这么个魔头。本以为你是个好人，却没想到你自甘堕落，与凌绝尘同流合污。我不是想要睡在这的，昨天你真的是吓到我了，又吐血又晕倒的。你不就是想监视我吗？事到如今，你还在演。先把脸洗了，我去弄点早餐，以后我们就相依为命了。苏明，见过苏先生。陈家果然一切都是你设的局。什么局？他们是来收菜的。什么菜能让陈家人亲自来收？龙涎草，但是一株入药就能治愈所有疾病。你这一地都是。什么龙眼草？那就是一堆芥菜。你管这个叫芥菜？龙涎草一旦入药，可以生死人肉白骨。如果炼丹，对于我们修武之人来说品力无穷。你既然会种此等生物，又怎么可能会糟蹋它？那做菜呢？做菜？啥做菜？你昨天晚上吃的就是这个。怎么可能？龙涎草只能靠体内丹火炼化，一旦使用反火，只会失去所有功效。你既然会种此等生物，又怎么可能会糟蹋它？这说话一套一套，看来恢复的不错。哎，我不跟你胡扯了，我先去喂鸡了。多吃点，你也多吃点。如果我能把这些龙涎草消化，他就再也不能囚禁我。没错，一入嘴，体内功力就有所减轻。若是能炼成丹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得尽快消化这一株。古有韩信受胯下之辱，今有我叶清雪忍辱偷生，定能被后世所记载。喂，你干什么呢？吃什么呢？再快点！一旦被他发现，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怎么能吃草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地上东西别乱捡，这是。完了，你竟然又想着我。我没有，肉草太好吃了。你放心，等我菜收上来，我第一时间带你去医院。喂，吐水！这能好吃吗？我撒的都是农家肥，这能有什么味道？你就尽管嘲笑我，我叶清雪出身平微，靠着我自己一双手闯到如今地位，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告诉你，苏明，只要你不杀了我，有一丝机会我都会把握。叶清雪只要有一息尚存，我绝对不会束手就擒。哎，行了行了，别捣乱了啊！乖，要是我这单生意搞砸了、破产了，到时候就真饿死你了。这龙涎草，别说一地，就连一株陈家也难以负担，谁来收？凌先生说的。我都不一定能收得起，他能收得起？这真不是什么龙涎草，我在附近菜市场没有一个农民收的，差点把这玩意儿搞破产了。在林先生人心善，别吃，人来了。龙涎草，天哪，还是3年份上的，这有家无室啊！这个，来人，给我挖干净点儿。
胡说！什么龙涎草？这就是些普通进口大芥菜。对，大芥菜，大芥菜。哎呦，苏先生，那个，苏先生，昨天的事儿多有得罪，我跟夏淑怡只是合作关系，您放心，回去我就跟他撇清关系。我说你对待感情要认真，不要三心二意、朝秦暮楚。既然喜欢人家，就要对人家好一点。既然苏先生都说了，你自己看着办。苏先生，虽然林先生看中了我的大芥菜，但你也不能变卦吧？相比现在的你，我更喜欢那个桀骜不驯的。你恢复一下。对，苏先生叫你的是，我让你恢复一下。家父陈啸天，你敢打我？好点给多了是吧？这位，苏先生，这是我连夜与合同，您要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以后这种芥菜，您种多少就收多少。原来如此，这也是你们布局中的一环。林清雪，你找死是吧？昨天要不是凌天君饶你一命，你自身都难保，今天还在这儿捣乱。来人！林觉尘，好一个一石二鸟，既能得到龙涎草，又能断我突破的后路。苏先生，这你不卖了吗？我出的价格可是比市场上高很多呀。卖！林觉尘，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别胡闹了，这关系到你能不能是最好的病房。随便玩去。一下没注意到，林先生，希望不要影响我们的合作。修炼无垢圣心的人，隔绝一切心计，以炼仙心。简单来说，就是个白痴。理解，我妹妹也这样。那我没什么事，我们就先回去吧。林先生，苏明，你就是个冷酷无情、目光短浅的窝囊废，一定会后悔你今天所有决定。你为什么这么说？与林觉尘合作，他在我手下虚以委蛇3年，有这么重的心机，你觉得你斗得过他？反正现在没了龙涎草，我最大的生路也被断绝，没有必要再对你客气。苏明，我会死，但我是为了大夏万民而死，而你不仅仅是大夏的罪人，还是把自己女人当成工具的渣子。陈志龙抢了你老婆，如今有机会把她带回来，你却拱手让人，只不过为了达成自己的布局。干嘛？我虽然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夏淑怡，你是不是误解了什么？误解？一个人如果不喜欢你，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强行捆绑了婚姻，伤人伤己，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你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懦弱和恶意寻找台阶。我看到他的眼神，眼睛里面只有嫌恶。我很清楚，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你认真的？当然。虽然我们现在是敌人，但是我认为他离开你，或许是他做过最错误的决定。以你的才华和能力，还有那些龙涎草，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只可惜，不可能。像我这样的人，还怎么能找到老婆呢？什么意思？我自幼孤寒，无父无母，是我师父把我带上山进行修行。我和夏淑怡的婚姻也是只凭一纸婚书。自从下山之后，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哪怕是这块地方，也是夏淑怡的帮衬下帮我找到的。原以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没想到他并不是。当时我师父跟我说，想要悟道，必须得找到一份最真挚的感情，让我发自内心的去珍惜。而当我有这种感觉之时，一切问题都会被解开。等会儿，你刚才还说你没有社会经验，那……所以啊，我除了种田，什么也做不了，自然比不上那些高收入、高学历的人。所以，离婚这种事情虽然很突然，但是也不是不能接受。要是再娶，哪会有傻子来到这荒郊野岭，嫁给我一个农民啊？什么傻子？你点谁呢？等等，让我捋捋。你的意思是，你自从下山的时候就在这儿，也没怎么去过别的地方？是啊。你和林觉尘也不认识？
算是认识吧。哦，3年前他来我地里偷菜，让我给揍了一顿。就这？对啊，不然呢？所以什么阴谋也都是不存在的。什么阴谋诡计？小孩子想象力就是丰富。我跟你说，林先生跟我签了长期协议，长期收购我这边的芥菜，1年给我50万的取款。50万？这一地？这么多取款，林先生果然是个慈善家。你真是个大傻子，真是被别人卖了还给别人数钱。你的祖宗都快从棺材板里跳出来了！一株龙涎草，50亿都有价无市，你50万还一地，长期包年。别说话，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去陈家，把这单生意取消。败家子！你是不当家，真的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啊！你知道50万对一个农民来说，这生活能过得有多滋润？我出1000亿，卖给我。你小说看多了吧，张口就来。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就是当今圣尊的事情，但是如果我能拿出1000亿，你就即刻取消和林杰晨的一切合作，怎么样？你确定？走，跟我去银行，我证明给你看。1000亿，只要我叶清雪想要，整个天下都可以是我。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钱。那种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个数字，要多少有多少。但凭借这些龙涎草，困扰我已久的志后，轻松突破。恭迎凌天君归来，预祝凌天君手握乾坤，万寿无疆。不好了，沈少，那个慕云兰不见了。什么？我真的是信了你的鬼了。我跟你讲，我也不知道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刚才在银行真的是丢死人。银行卡没被冻结又怎么样？圣尊权倾朝野，万邦福寿，卡里就办不成。我只是没有亮出身份，要是我亮出身份，让人知道堂堂圣尊亲自来银行取钱，定然会掀起轩然大波。轩然大波！我看你这身上没货吧？你说什么呢？我的黑卡在莫云兰身上，要不是你让凌绝尘把他带走，我现在就能让你知道什么叫圣尊之威。行了，等到第一笔款打下来，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精神病院。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看来只能借由去精神病院之后再出来阻止凌绝尘。只是解释，还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对手。好了。谁干的？谁干的？这就是畜生！我用的，我鸡的，我杀的。圣尊，这3年来，凌绝尘暗中布局了许多手段，联系了很多人，他想要颠覆大夏。这个混账！圣尊，今晚就是神皇宴，届时请您出手诛杀凌绝尘。我倒是想出手，可是现在苏明就认定我是个神经病，死活不肯让我离开，始终觉得他是为我好，我解释也解释不通，打也打不过。别说是神皇宴了，就连这酒店的门我都出不去。那我去跟他解释。没用的，他就是个倔脾气，最恨可的是他现在还认定凌绝尘就是个大善人，
林觉晨就是利用了他的纯真之善，现在就是个死局，我也破不了。不，我有一个办法可破此局，一定可以让林觉晨的计划即刻流产。什么办法？只要是人，就会有追求，有需要。你觉得苏明现在最缺什么？金钱、权势，这些他只要愿意帮我们，他都可以。可惜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你的黑卡又遗落在陈家，否则……错，大错特错。苏明现在最需要的是爱情。爱情？等等，你该不让我……小点声，万一让他听到了，就显得不真诚。我不想，我还没有谈过恋爱，而且他又不一定看得上。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明了，只要苏明能够陪您参加神皇宴，您的身份就能得到证明，到时候林觉晨的阴谋就会迎刃而解。只要您成为他的老婆，偶尔吹吹枕头风，什么林觉晨、林觉土的，都是重中枯骨、瓮中之鳖，不值一提。圣尊，匡扶正义、护佑众生的重担就落到您的肩膀上了。我觉得此事还有商榷。你要是不愿意，那就我来。为了天下苍生，我慕云兰义不容辞。你别闹了，苏明断不可能看得上你。咱走着瞧。90万，整整90万，哪怕款全都收回来的话，也差40万。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钱？该死的，天杀的小偷！谁啊？You lay me down on a bed of nails, just to pierce 1,000 veils. Hands so numb, didn't feel the shame. Lonely souls, they love the pain. So let it run, let it all fall away. You don't give a damn if I leave or I stay. Have mercy, darling. 你要干啥？你想干什么？宝贝儿，你看看你，嘴馋的很，要不要涂点唇膏？什么唇膏？当然是这个宝贝，你喜欢吗？确实没见过这。什么声音？可能是小老鼠吧，别管它。我们继续。继续什么？当然是正事了，苏先生。你看你就未经人事，怎么没碰过女人吗？没有。那要不要碰一碰？这次又是为什么？难道还是老鼠？可能是装修吧。装修装到隔壁来啊！而且我们住的是酒店啊。先别管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什么问题？你要老婆不要？婚姻之事怎么能如此草率？而且加上今天，我们就见过两面。不好意思，我拒绝。还
赖，我就爽。为什么？你是觉得我不够漂亮，还是身材不够好？我跟你哥那是生意伙伴，咱们两个不太合适吧？而且我们家已经有一个了，再多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也不太合适。你白痴啊！到现在还觉得林觉晨是我哥？不然呢？你等着。你看。这林觉晨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几年无恶不作，陈志龙也和他蛇鼠一窝。你们谈成生意已经过去2天了吧？钱呢？他有打给你吗？应该还没有。要是打给我的话，我早就带着小叶去医院了。你不想着自己的亏损，就想着生一夜清雪的病啊！那当然了，你想想，一个小女孩无依无靠的，精神上还有欺骗，那得多委屈多无助啊！既然遇到了我，那就是缘分，我得照顾好她。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好了解？你还真是讨人喜欢。既然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而且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就原地结个婚了。啊！哎呀！哎呀！我什么？是吗？我才不会在意这些。不习惯啊，一脸苦瓜笑。你今天来这儿，代表的是万民，代表的是正义。就这几件衣服，我信用卡都刷爆了。万民会监管我？缺什么？从今以后有我在，你想穷都难。开头，维修，气势上去。果然是人靠衣装，物靠伴。嗯，你怎么还戴着面纱？我这张脸太值钱了，走吧。这几位是，感觉有点眼熟啊。这不是上次在陈家2家大宴上捣乱那俩人吗？哎，据说那男的还是夏小姐的老公呢，是前夫哥。他们居然还敢来！哎呦，没想到这个女子生得这么好看。之前的穿件大衣什么都没看出来，可惜啊，就是脑子有点问题，否则是一个很好的美女。哈哈。好看有什么用？他现在已经把我们陈家得罪透了。龙君可是圣尊的人，在这为圣尊开的回归宴上，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没错。欢迎大家来到这场神皇宴。现在让我们有请圣尊登将台。哎，怎么是凌天君、圣尊呢？不知道呀。诸位，大家似乎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作为圣君麾下6军之一，由凌天君做前序，合情合理。今日大家来到这儿，相信都是想一睹圣尊真容和期盼圣尊的照顾。我们陈家也是一样，所以
由我们陈家带个头，拿出10枚洗髓丹，与圣尊结善缘。林觉晨想干什么？很有可能是想借此打探各大家族的家底，强取豪夺，借着圣尊之名却想自己独占，真是混账！以我之名行强盗之事。我王家愿以传家之宝洛神图庆贺圣尊归夏。我李家将赠送李氏集团20%的股份。夏家赠至宝龙涎草1株。这纹银手镯1对，手铐。林先生，今天我们就要把你送进局子。苏明，你又来这发什么疯？如果说是因为我跟你离婚，你心生怨气，那我们可以私下解决。但今天对我夏家来说很重要，你非来捣乱不可。不是，林觉晨派人把我的菜园给毁了，我是来劝他自首的。自首？说你白痴，都是对这2个字的侮辱。林天君是大夏战部力量的尖端，只受圣尊一个人的节制。他的身份是你这种农夫可以说3道4的。正义从来都不会因为身份的差距而有所偏颇。天子犯罪与庶民同罪，你们有权有势，难道就能无法无天吗？夏总，我看这个苏明啊，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知道夏家即将在神皇宴上腾飞，特地回来威胁我。我说得很清楚，我们再无瓜葛。现在就带着你的破手铐滚出去！我不会受你的胁迫。夏淑妍，离婚我没意见，但我苏明在你眼中就是这样的人吗？你从未在我眼里，你是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重要吗？换了一身衣服，也改变不了你身份低贱的事实。好，你说的对。你说的没错，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那也没有继续往来的必要。将来苏明的幸福我会守护，他只是过去，而我会是未来。居然是龙涎草，看来夏家这是要一飞冲天呀！这一株龙涎草足以力压这里所有的宝物。传说是真的，这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神物？这不是我家的荠菜吗？你们城里人真把这玩意儿当宝物？这里的人只有你把它当成荠菜。有些人啊，还真是不作妖不消停，非得整出点动静来震刷存在感。荠菜，你知道，就这一颗龙涎草，就能把全世界所有的荠菜都买下来。哎，我说，这年头说实话都不信了是吧？老林，你告诉他们，这是不是荠菜？我放肆！你什么身份也配和林天君搭话？你既然说这个是荠菜，那你倒是拿一株出来。之前在我们陈家大宴闹事，是林天君放了你们一条狗命。可是你们知道吗？今天这神皇宴是为谁做？圣尊，就连林天君都是圣尊麾下的6军之一。你们有了取死之道。别忘了，今天我们来是干什么的？我们有不弱于龙涎草的礼，但不是给圣尊的，是给你林觉晨的。给我。这什么意思？秀恩爱也不分分场合，这是什么地方啊？是你们表演的地方吗？哼，丢人现眼！临死前还要恶心大家，赶紧滚出去！不知死活的东西！你知道一个小姑娘当众表白需要多大勇气吗？你想说什么？一个无能的废物，一个神经病，你们2个还真是绝配。把你的马桶盖盖上！你敢打我？一会儿你就知道，一巴掌换一条命，很值的。苏明，谁是你的新欢，对我的内心都不会产生一丝波动。但我再说一次，今天对我夏家来说很重要。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带着你的新欢滚出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一个连面纱都不敢摘的人，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哦，你说这个？哦，你说这个？我去，这么漂亮！我酸了，这种长相，他居然看上一个农民的。再漂亮有什么用？今天也得把命留在这儿。长相再好看，无权无势，终归也只会沦为玩物。况且你的脑子，真是浪费了这副好皮囊。闭嘴！苏明，你……他虽然经常惹祸，但是他从来没有不尊重人。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尊重，有实力才值得尊重。蝼蚁也配巨人俯首听声，可笑至极。没想到你还有穿这种衣服的一天，还别说，真是美轮美奂。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吗？林觉尘，如果不是你，我还找不到属于我的意中人。苏先生超然物外，怎么会因为儿女情长动了道心？不如这样，苏先生，您给我一个面子，先带他回去，改日我定夺。登门拜访，怎么回事？不知道啊，难不成苏明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凌天君对苏明怎么这么客气？凌天君对苏明怎么这么客气啊？原来如此啊！没想到龙涎草这种东西，居然会眷顾这种白痴。林觉尘，你似乎搞错了什么。要回去的不是我，而是你。何解？难不成你脱困了？不会啊，以无垢圣心缺心眼的特质，认定的事情不应该轻易改变呀。当然不是，但男人嘛，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以我的姿色，难道不足以让苏明动心吗？苏先生乃是非同一般的澄澈之人，岂会被区区皮相诱惑？那要是加上我呢？什么情况？这苏明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大家都为他趋之若鹜？再来10个也没用，我的眼光不会有错。以苏先生的境界，断然不能。苏先生。老梁，你看错人了。苏先生，你怎么能坠入俗套啊？叶晴雪，你还真舍得下血本。起码我还有点姿色，你莫不是忘了我最大的本钱了吧？苏先生，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老梁，守身如玉20多年的感觉，你体验过。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苏明，原本以为你内心至少是淳朴的，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心。2个，亏你做得出来。怎么，你是见不得苏明好吗？我们俩乐意，你管得着吗？我也不想，他们非要。对，就他这模样啊，平淡无奇，还没有我帅呢。他还是个农民，这怎么配得上2位绝世美女的青睐啊？这就是把在座所有嘉宾的面子扔在地上踩，这是什么？这就是公然的挑衅，羞辱所有嘉宾，对不对？在这么神圣的场合，他居然做出如此背德之举，还不把我们圣尊大人放在眼里，诸位，难道你们不愤怒吗？我都没意见，你叫什么啊？陈执事说的没错，这种人就应该拉去进猪笼，那还便宜了他，必须让他去当太监。我亲自主导。林天君，只要你应声令下，我们立马将他贴天。陈少，这种奇人之福，上京除了您之外，还给谁享受？他分明是没把您放在眼里，怎么给老子闭嘴！陈少，陈少，人还没好全，你不知道他们俩很能打吗？对不起，总要挑明小孩。对不起，陈少，
是我唐突。行了，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有什么事不能私下解决吗？别忘了，今天我们是来迎接谁的。啊，苏明是吧？你看这婚也离了，夏小姐和你也再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的事呢，也就不是你这种蝼蚁能参与。没什么事儿，赶紧滚蛋了，否则的话，别说是圣尊大，就是所有嘉宾的怒火，也不是你能承担起。苏明，别说我没劝你，要再这么捣乱，就是与天下人为敌。行，那我就先走什么呀？骡子还没送，人还在呢。哦，对了，今天还是要把林先生送进监狱。今天我还是要把林先生送进监狱。不是苏敏，你听不懂人话呀！让你滚，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苏先生，你看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没有误会。仅凭这个脑子有问题的小姑娘一面之词，您就要跟我作对？万一她说的是假话呢？假话？林觉晨，难道不是你派人毁了苏明的菜园子？什么时候的事？干他！不是，当时刘世伯他是，昨天我带人去找穆小姐，动静是大了点，可是也没有。你们不就是个破菜园子吗？林天君何必如此在意啊？你闭嘴！果然是这样，你涉嫌非法囚禁，还毁坏他人财物，你还是去解释一下吧。非要这样吗？苏敏，无论事情是怎样，一旦激怒了林天君，你就再也走不出这门了。要的是一个公道。公道。他消化了龙涎草，实力大增，小心一点。那就给你。他留200万，您看够赔吗，苏先生？这苏明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林天君一而再再而三的屈尊？你看看你，早这样不就得了吗？我家菜园贷款60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一共110万。回头我把剩下那90万还给你。啊？太难了。谁能想到，因为200万就功亏一篑，甚至还要给人还90万？苏先生的为人，我还不放心吗？你信得过我就好，以后别再做这种事情了。苏先生，您放心，今天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去打扰你。行，那我们走吧。慢着！林先生给你面子，让你走，但穆玉兰是我们要留下的人，必须留下。手下人不懂规矩，苏先生想走就走，请便。苏明，你看，我没骗你吧？他会武功，为人狠辣。你看那个人，最起码断了8根肋骨。对，苏明，他一出手就要人命，你觉得这种人会是慈善家吗？老刘，你看着斯斯文文、慈眉善目，没想到出手竟然如此狠辣。我出手教训手底下人，有什么问题吗？个死狗罢了，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之前小莫跟我说，你们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组织，假偷窃、强抢民女，什么都做，我还不相信。偷盗抢劫、强抢民女，真没做过呀！啊！好了，不要狡辩了。你之前告诉我，你只是一个富商，不会武功。当时在我自儿偷菜的时候，我还轻松制服了你。结果你一出手，所有的谎言都破灭了。老梁，你一直在耍我，对不对？好了，不要再说了。苏明不会再受你的欺骗了。我林天君，咱们跟这个傻子还要虚以委蛇多久啊？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还能翻起什么浪？反
正他们菜园子已经毁了，没利用价值。大夏6军，您与我陈家共占2军，您京军还怕他们不成？就在今天把他们都杀了，让我滚开！这是他自己选的。苏先生，既然话都说开了，你又何必装傻充愣呢？什么意思？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默许的吗？我默许什么了？纯净不代表愚钝。事到如今，你真的相信苏明没有参加布局？你真的相信苏明什么都不懂吗？什么布局？你在说什么？确实，如今我受困，乱局浮现，仅凭凌绝尘根本做不到。而以苏明的实力，要说收益最大的，一定是他。可是，你醒了，刚好，鸡汤来了。我不是想要睡在这里，昨天你真的是吓到我了。我看到他的眼神，眼睛里面只有羡慕。我很清楚，我跟他不是一路人。你想想，一个小女孩无依无靠的，精神上还有疾病，那得多委屈，多无助啊！既然遇到了我，那就是缘分，我得照顾好她。还真是被你给唬住了，林觉尘，一个从来没想伤害过人的眼神是装不出来的。说你蠢，你还真是蠢。这3年来，我日夜布局，都为察觉分毫。他的实力比这你我不弱半分，会是一羽之辈吗？他是我选择相伴一生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害我。魔怔的是你，林觉尘。小叶，你认真的？况且以他的实力，也不需要过来黄角。他若是想要，我愿把天下拱手相送。好，好一个将天下拱手相让。现在的你有这个能力，不过是有点武力。这个世界很大，你们今天站的这个地，就是整个世界金字塔的塔尖。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号令天下的权势与基础。一个山野之人和一个不明来历的你，可以逐鹿天下。世界虽然很大，但我叶清雪更大。林觉尘，你别忘了，你们之所以能够立于盛世之上跟我交谈，是谁的功劳？看来今天天要塌了。你可以试试。苏先生，这也是您的决定吗？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我们今天确实是来讨个说法的。林觉尘，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看来你也逃不过红粉国，那就不是无垢生信，求道无王，我又有何惧？居然连我都没有发现，这些人是什么实力？圣尊的直系力量，黑龙卫最基础的成员都是宗师境界，恐怕也只有黑龙卫才会拥有如此匪夷所思的实力。苏宁能够死在这种尖端力量之中，也算是你的荣幸了。为什么这么糊涂？没想到连黑龙卫都被你渗透。苏先生，我的说法就是请你们赴死。他们都是什么人？也是他们帮派的成员吗？这一个个的凶神恶煞的。他们可不是什么帮会成员，都是经过不断征战从尸骨堆里爬出来的。一个两个还行，人一多我也得认真对待。那你还笑得出来？放心，有我在。
我们还是报警吧。这种的血拼程度，我们还是别参与。可是苏先生，不杀了他们，我们出不去呀。你个小姑娘家家的，张口闭口就是打打杀杀。今天一个都出不去。不愧是凌天君，果然是手段通天，居然连黑龙卫都能受您驱使。原本呢，只是一些私人恩怨，可他们偏要在这个场合大闹。我看这些黑龙卫就是圣尊看不过，派过来。传说只有圣尊才能派来黑龙卫。得罪了陈家，或许我还能替你求情，留你一条性命。但我没想到，你连至高无上的神皇宴你都敢造次。苏先生，我最后再好声好气的和您说一遍，您现在离开，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人多，要不我们还是先撤吧。没事儿，你看着就好。你们就这么确定，你赢了？黑龙卫只认军令，不认人。好，你不是一直不相信我吗？什么？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是谁。整个天下，只要我不愿，谁也夺不走。来！这是九节杖，九节杖现圣尊灵，祭见圣尊，因何不拜？我感觉短了一截。他是圣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玄冥甲加身，连黑龙卫都吓坏了，怎么会有假呢？周元英拜见圣尊，谢圣尊不杀之恩。拜见圣尊，拜见圣尊。阿珍，你来真的？如假包换，这下我是当时圣尊的事情，你相信了吧？为什么？有眼。等等，我这么久以来一直把这种人当成傻子，而且这个证……苏先生，你要去哪儿？那个，我看这也没我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今天没有你，还真不行。你别闹了，我就是个农民，这个战场着实不是我能够参加的。总之，你不能走，他没有太大反应，应该还有后手。我需要你。我能帮上什么忙？那个，我家煤气还没关，我先回去关门去了。苏先生，你那个破屋子都被毁了，还没气呢。再说，我记得你好像用的是炭火吧？这几位是青军、燕军、白军都来了，那圣君身为的就应该是传说中的蓝军。只有我们陈家的龙军没到，什么六军、一线五军，这是有大事要发生啊！燕军、青军、白军见圣尊。你们来的正好，我神门办事，无关人等可以离开。苏明，你不走吗？都到圣尊了，你留着干嘛？赶紧走！寒颜复世，终归不是正途。他是圣尊，你只是个农民，你们身份之间的鸿沟就如你我之间。不后悔。我一直觉得你很优秀，但小爷对我更好。我为了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你凭什么？闭嘴，滚！圣尊，
他们不是你的人吗？现在在干嘛？可以叫老婆了。看来今天几位是想逼宫了。没错，请圣尊退位让贤。不是，你这圣尊怎么混的？怎么身边全是反骨仔？这3年来，天下太平，外域藩邦莫敢不从。大夏即将迎来大治之时，其乐融融不好。权力对你们来说就那么重要？若真是让贤，我没有二话。但你们看不到凌绝尘的野心吗？一介女流之辈，懂什么治理？唯有凌天君待我等开疆拓土，青史留名。规矩是时候变一变，不只是谁强就能乘着神门之主统一大夏，还要有万古流芳的大义公理。万古流芳的大义公理，我叶清雪哪样未曾做的？大夏若无我叶清雪，天下不知还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你们不过是不想让我一个女人踩在你们所有人脑袋上，找个龌龊理由罢了。真是可笑至极。子芬，今天无论你说什么，退位已成定局，你何必要顽固不化，生杀念？退位，这把剑虽然荆棘万千，而我叶清雪圣尊之名就是从尸骨堆里爬出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得到我承认，那就是苏敏。我？你说我吧。我赞成，强者上位，弱者倒台。你们想要我这个位置，好，那就拿命来换。问问我震天剑，同不同意？不敢动手，那就给本尊夹着尾巴，滚！滚！我去，怎么样？你媳妇很帅吧？你媳妇帅吧？今天打完架，明天就结婚。没有这个机会了。哦，既然已经决定敌对，那我也没有什么好瞒的了。我好歹曾经也是尊主，你们该不会觉得我这么一根筋？明明知道苏先生的实力，却毫无畏惧吧？那我说你别老什么事儿都扯上我行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还在装呢？你该不会真以为你家的菜园子是陈志龙那帮蠢货去翻的？难道？没错，是我。想表达什么？白痴！苏先生坐拥如此多的天才地宝，随便拿出来一样都能让世人疯抢。你觉得他会郁郁久居人下？这只不过是你的臆想吧。我一直在想，连仙药都能随便贩卖，肯定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藏在里面。结果真让人找到了。找到了什么？竟然能以功法引动天雷！当然，在苏先生的屋子里找到了成仙之道。恭贺叶烈君玄德大道，神功不敌。叶清雪，现在你觉得你还是我的对手吗？你房间里藏着这种好东西，自己怎么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苏先生，你还记得你师傅留给你的2本秘籍吗？你把我垫桌脚的东西拿去看了？当然，《仙凡经》、古洛书，这世上还有这般多天地造化的秘籍，居然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还好我眼尖，配合龙涎草，我一日之间厚积薄发，如今我离仙人境只有1步之遥。之前我敬你，叫你一声苏先生，可现在我只想说，你这么档次，也配和我学同样的东西？这下麻烦了，我才刚刚摸到门槛，他却已经即将突破。云兰，这次是我的疏忽，我拜托你件事。圣尊，等会儿我会拖住林绝尘，你带苏先生先走。
你苏先生的实力何至于会败？一旦踏入仙人期，四方世界便再也留不住他。很明显，苏明现在没有到仙人期，他现在的实力与林觉晨相差不齐。苏明，如果我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会让你共享荣耀，但前方如果只有死路一条，我叶清雪立刻我。好，那就来受死吧。你又有什么事儿？我就想问问，那2本书你都看了？不会练出什么问题吧？如此多天地造化的秘籍，无非是你资质愚钝。不是，那2本秘籍不是我师父给我的，那是我闲着没事瞎编的。不好意思啊，让你不可能！事到如今，你还想诈唬我？我说的都是实话。那2本书就是我写着玩的，正经人谁练这玩意儿？现在是新时代，法治社会，建国后连经都成不了，还成仙？老梁，你要相信科学，争取早日自首，赶紧改造，重新做人。闭嘴！书是假的，力量能是假的，我的功力能是假的。我明白了，你也没有把握战胜，所以才会在这里胡说八道。可今天无论你说什么，只有死路一条。圣尊，快点往前走，等着时间能提着着我的，跑啊！还愣着干什么？你不是圣尊吗？怎么这么快？苏先生，快跑！我们替你挡住他们，等你修为有成，来替我们报仇。三位，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大夏要换天了！从今往后，我林觉晨一言可定，绝无敌了。苏明小心！苏明小心！为什么动不了？我的内力呢？你在干什么？他在干嘛？不透啊！喊打喊杀，大喊大叫的。哎，我说你这身子骨这么弱，还学别人混社会呢？你杀叫我什么？你又打！3年前你犯法我打你，现在你犯法我还可以打你。还有你们几个，别犹犹豫豫的，有本事就一起上。苏先生，对不起，苏先生，是我们错了，刚才是我们一时冲动。是，苏先生，大人大量，饶我们一次。是。那一会儿跟我进局的啊。哎，这多面。同样是谢凡清，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哎，我都跟你说了，那2本书没有用。你看我这本，我今天没带，你先进去好好改造，等你出来我再给你看。为什么3年忍辱负重，整整3年？为什么？还这？这就完事儿了？怎么神门内战在他手上像过家家似的？我们接到举报，说这里有人聚众械斗。林天君，我是圣尊，林觉晨力图谋反，将他押入天狱，有失朕。圣尊，还不快去！是。你们敢！我是林天君，我是林天君。喂，圣尊，你醒了？我昏迷了多久？2天了，你可能一直提心吊胆，心力交瘁。苏明呢？我好歹一直在旁边照顾你，没2句话就开始找苏明。他去给你求药啦。
求药？以他的修为，直接给我灌输内力不就行了？我也是这么说，但他一直在那说什么相信科学的话，哪怕是他制服了林觉晨，他也觉得是因为自己常年耕田力气大。哎呀，我算是明白了，林觉晨说的无垢圣心大概就是这样。苏先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实力有多强。难道这就是他不能飞升的原因？只有他明白他自己的责任所在，或许才能得到。那怎么办啊？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能让他全力对待。你传下去，明天设下擂台，挑战天下高手，一个不行，那就所有人一起上。我的男人，我一定要让他成为天下第一。圣尊，你有没有想过，他一旦飞升，就会脱离这个世界，到时候你又是孤单一人了。这是他的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或许我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为了弥补上这最后一回。发布消息吧，然后跟我出去。对了，你刚才说他去哪儿求药？夏家。也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赛淑仪，赛淑仪，你来这干嘛？我需要一株龙仙草。我需要一株龙仙草。我凭什么给你？当时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时候，手上也没什么礼物，就在家里摘了一帮野菜。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东西这么珍贵，我现在需要它，能不能借给我？哎，你不是成了乘龙快婿吗？堂堂圣尊的夫婿，要什么什么没有，居然跑过来求我们，你该不会是被一脚踢开了吧？我就说嘛，圣尊怎么会看上一个女人？你们不过才认识几天，还真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没你们想的这么复杂，就是小木告诉我，药材都没了，现在只有一种，在你的手里面。小叶受伤了，只有这个药能救他。圣尊受伤了？开什么玩笑！圣尊天下无敌，他会受伤？你找借口也不会找个好点的。我看呢，他就是同时得罪了林天君和至尊，现在没有办法了。看您手上还有一颗龙仙草，特意跑过来自讨来了。苏敏，虽然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但我们好歹夫妻一场，你说个数吧，我可以给你钱。我不要钱，我只要龙仙草。不可能！哎，你别太贪得无厌了，听不懂人话呀，滚出去！那这样，你先把药给我，我以后还你10株还不行吗？你真当龙仙草是大白菜，说有就有？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苏公子吗？怎么着，来这儿乞讨？陈少，这小子一看就是被圣尊一脚踢开了，在这装可怜。希望夏总还念点旧情，施舍他点儿。踢开？不是，我得到消息，恐怕是昨天一战，圣尊不敌凌天尊等人，被重创了。小叶就是急火攻心，没你们说的这么严重。没我说这么严重，没我说这么严重，你要龙眼草干嘛？你真当我是傻子？就凭你这乡巴佬还想骗我呢？算了算了，跟你们说不通，这药我不要了。哎，让你走，你想干什么？之前有圣尊在，你没少补账。如今圣尊已然落败，这大周的新化人是凌天君。哎呦，这你昨晚是彻底把他得罪了是吧？你觉着，如果我现在想动你，还有谁能帮你出头啊？凌天君都伏法了，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下一个就是你们。天君伏法了？对啊，今天亲自报的信。事到如今，你还在这虚张声势呢。凌天君击败圣尊，乃是大周至高，谁能抓他？谁敢抓他？不然，圣尊怎么会突然销声匿迹？跟你这农民多废话，都等于在浪费我时间，你知道吗？
弄他。苏明，我看你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仰仗？陈少，什么人？陈家大少！一只脚算是给你点教训，伤他一根毫毛，我就杀一个。我看看陈家有多少人够我杀，我就杀一个人。我看看陈家有多少人够我杀，服吗？小叶，你好了。您要是在场，他好得更快。圣尊，您不是？圣尊，蓝军对少爷宠爱之极，您现在身边只剩下一个刘军，没必要为了一个农民就把唯一中立的蓝军推到对立面吧。就算与全天下为敌，又能怎么样？我叶清雪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从来没靠过任何人。我能成为一次圣尊，就能成为3次、4次、无数次。他们干了什么？说出来。我没事儿，走吧。走。我要是不要个说法，今天陈家都敢欺辱我的男人，明天保不准什么夏家、王家也敢爬到我男人头上。苏明，你个窝囊废，一点用没有！仗着一个女人，臊不臊？张嘴！精明之辈。圣尊，龙血草我们可以给你，事情能不能到此为止？那东西我不需要，想要到此为止也可以。今天我来是替你和苏明做个了结的。什么了结？这是你们之前没做完的事儿，把你们的离婚协议书签了。从今以后，苏明是我的男人。同时，明天我将会推举他为下一任圣尊。少爷啊！别傻逼了！快把上京最好的医生给我叫来，快去啊！等会儿再叫个电工，可能会用上电锯。少爷，真以为那个废物能当上圣尊吗？开什么玩笑！圣尊亲自发话，天下莫敢不尊。看来是昨日圣尊和凌天军陆战两败俱伤，他想赶快找一个可以控制的傀儡，要不然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了结？少爷，您竟然都想到这一层，我怎么没意识到啊？我什么水平？你什么水平？那对面虎父无犬子，咱们陈家崛起有望。那又如何？忘了告诉你们了，我爸要回来了。龙君要回来？叶清雪想在事情出现变数之前敲定，可惜了。他的算盘要落空了，绝尘和叶清雪都身负重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爸一定会力压群雄，登上万圣台。林天军，情况如何？他不要力推苏明成为新圣尊。可惜您如今身陷天狱之中，今晚便所不分进去。可惜，苏明那个白痴，他没想到，叶清雪更没想到，吴若书与新凡经拆散重组，就是本登仙之作。这天我悟了，我彻底悟了。区区损无垢，也被锁着牢。区区天域，也被困了红。神灵天机，神灵天机，情多一号，国推仙境，圣尊之位，非灵莫属。区区圣尊，小儿，我所问的
是真正的得道飞升。此方人间，允许空间，任意人物尝鲜脱离。杀死，这是我唯一的真心实意。就是这世上唯一心。你还真的呀？我何德何能能当上这个圣尊？我呢，就是个农民，而且这也跟我不搭吧？你要是当不得，那就没人配当这个圣尊了。你只不过是换个农场经营，农民欲素养育，而一域之尊欲国养育，没差。苏先生，今日各门各派诸国代表都在，正是您声名鹊起、号令天下的最佳时机。你们这还真是赶鸭子上架呀！圣尊人在这个位置，大家都认可。但是这个苏明是什么人物？我们都查过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农民，一个农民也想要成为圣尊？圣尊，要是让一个农民统治我们黑山盟第一个不服。我的决定，轮到区黑山盟智慧吗？圣尊，我们要的是一个能助我服众的理由，而不是你一世压人。是啊，这就是不得民心。要我说，这个简单，我欢迎所有人前来挑战，只要赢，那你们也可以是圣尊。哼，这不是开玩笑吗？在场谁能够打得这个圣尊赢呢？这还不是以势压人吗？谁说是跟我打？今天是苏明问斩天下高手，问鼎天下第一之位，谁先来？我？放心吧，苏先生，你很强的。要不给我把锄头，我上去直接跟他们血拼得了。可以啊，云兰，去拿把锄头来。是。等等，你还真让我上啊？当然，我的男人必须是天下第一。今天这个圣尊，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好，行，你们就看着我被打成肉饼吧。圣尊之位，千国共尊，百域俯首，难道真的要用这种打斗的儿戏方式来确定吗？在场谁不希望得到圣尊的庇护？如果就这么草率的决定，后果谁来承担？直接当你不肯。现在凭实力说话，你又一堆废话，话都让你说完了，不然你第一个上来。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你们要公平，我给了你们公平。现在机会在这，要么现在上来，要么今天之后我亲自率阵拜访各位。圣尊的实力我们都很清楚，既然你要这么做，那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有话说，有屁放。只要这个什么苏明能够击败你，那我求4国原第一个为富有。我没意见。没意见，我们也没有意见。好一招釜底抽薪！敢问当世还有谁是圣尊的对手？哦，这可是你说的，别反悔。只要您全力以赴，我们绝不后悔。对，再说我们都是习武之人，分得清好赖。若是您刻意放水，那就有失公平可言。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并且云兰会陪我一同出战。当真，你2人联手，那还有谁是一合之敌呀？开盘了，苏明胜一赔就是。这盘子都有人敢开，稳转不盘的盘子当然要开。我打1-1。真的。云兰呢？跑哪儿去了？我让手下人下咒了，你可且苏明胜。你怎么不躲下？我怕他们赔不起。这么严肃做什么？1秒钟的事情罢了。那我来了。来吧，正好让我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看着呢。怎么了？你能不能就用1成力？我怕我们
扛得住我。蓝君，你还真是幽默呀！我还敲吗？这是我打。还好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不然今天咱俩都得交代在这里。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果然好强。这怎么敢相信？对呀，刚才蓝君说，好像只让他用了1成力。还好没有人下送，有狙。有人下注1块钱偷杀呀！赢麻了。现在苏明为圣尊，谁赞成？谁反对？我们同意。如果苏明真的有这个实力，也是万民之福。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草率了？我也想打得有来有回，奈何我实在打不过。那就我不同意。要是让这个傀儡就这么成了圣尊，那我大夏岂不成笑话？各位还不知道吧？前日凌天君和几位帝君与圣尊在神皇宴上决战，2败俱伤，凌天君入天狱，圣尊重伤。什么？居然还有这种事情？怪不得我说圣尊怎么轻而易举被击败。胡说八道！陈志龙，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你想让天下大乱吗？我这么做不会让天下大乱，让这个傀儡登上万圣台，才会让大夏成为千古第一笑话。你们才是让大夏成为被世人耻笑的罪魁祸首。苏明，我跟你说过，这不是你配做的。我听进去，可是他们呢？他们听进去了，差一点，我都觉得自己是绝世高手。那你现在走，还来得及。既然都被拆穿了，要不提前下班？你信他们，你不信我。可是他们说的有点道理。苏先生，你不要怀疑，你就是天下第一。都这时候了还装呢？陈志龙，你若不服，你现在可以亲自上。若你赢了，这圣尊之位我让给陈家。我又不傻，明知道打不过，我去丢人现眼干嘛呀？那就把嘴给我闭上。我打不过，不代表别人也打。你以为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这算是真走。是龙君和凌天君。龙帝回来了，他们2个为什么会在一起？怎么回事？林杰尘竟然能对天相如挥臂食指，入土啊！怎么可能？明明……啊！你怎么出来的？你不是正在改造吗？苏明啊，苏明，看到我这副模样，你还装得下去？你果然是心思深沉啊！啊！原来你早就知道，此方世界只有一人得以成仙，想用愚钝假象骗过所有人，让大家以为想要成仙，须得内心澄澈，不入红尘。可惜呀，你棋差一招。这古洛书与仙凡经本为一体，相辅而成。
你想不到，这世上还有我这般天赋异禀之人，将他炼成什么？叶清雪，当日不杀我，是你此生最愚蠢的决定。我今日来，不为圣尊之名，只为杀你。杀宿命，登临绝顶，羽化登仙。修先生，这下事态真的严峻了。我看出来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就让吧。就算我们现在向对方求饶，对方也一定不会放林觉尘狼子野心，怎么可能留你这种货？我祸患！哎，我在家里耕田耕得好好的，你们一个一个的找我到底怎么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如他所说，这个世界上唯一成仙之机就在你身上，你无论躲避到天涯海角，总会有无数意外和历练成长。躲避是没有任何人，除非你直面击败。还真玄乎啊！苏先生，现如今只有你有能力肃清叛逆，把林觉尘等人诛灭。你还真是抬举我，人家都从天上飞下来了，我拿什么跟人家斗？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自己是高手？那你为什么非觉得我是绝世高手呢？云兰，没用的，时机未到。人家都打到脸上来了，现在还没到时机，时机什么时候才会到？再未到，我们就快要死了。死？我明白了，或许只有这样，才是他应该经历。若林觉尘统领天下，必定会胜。苏明，我问你件事。什么事儿？你喜欢我吗？如果我死了，你会难过吗？大哥，你在想什么？我想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最重要的是帮你扫清所有的阻碍。叶清雪，你觉得你的实力得住我吗？无所谓，如果非要一个人选择成仙，我选苏明。俺也一样。老林，非要打打杀杀吗？你就不能冷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吗？你这个可能吗？要么你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我就杀了你，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啰嗦！为什么隔空是口，对面还是圣尊？林觉，我现在有点后悔跟你合作，我们陈家没有小小的安全。放心，我对人间诸事早已无任何兴趣，今日我就将飞身，人间还是陈家的。老林，住手！要装吗？苏明，你可真是个……老梁，你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什么高手，什么成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今天你非要杀一个人的话，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杀了我，放了小野。苏先生，还有我，你真就一个字不提啊！别急，今天你们一个都活不了。恭贺林天君突破桎梏，可归天境。恭贺林天君，恭贺林天君，可归天境。力量，这就是力量！混账！我。何人？没事吧？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你哪受伤了吗？没事。能不能关心我呀？我也受伤了。刚才是谁出手救下的我吗？师傅，
师傅，居然是苏明的师傅，你也按耐不住了。体会到了吗？你想要的感觉，爱人、心痛，想要保护、珍惜之，好像体会到了。到时候，10年前你斩三尸，化作山水残火，潜入人间修行，使你以纯圣之心窥得天道。斩三尸，还记得那句口诀吗？闭眼静默，三魂归一，升天得道，可解四绝。这是什么阵仗？神门点藏所即是真的，紫界东来3岸，轮回真仙现人间。竟然是轮回真仙，苏先生的身份这么了得。传闻中，轮回真仙必须承托天之渊，脚踏地之极，亘古不变。随便撒下一点福泽，便能让9天万界疯抢。但每个轮回必须以心炼意，亲斩3魂。只要3魂中有1魂回不来，便会前功尽弃，化为灰烬。居然这么凶险！爸，他真的是轮回真仙？10局未定。云天君，就算是轮回真仙又如何？他现在还在还魂，是我们出手的最佳时机。那里怎么还不上？清俊，上去试试深浅。我替你挡住那老东西的叶清雪。啊！没有丝毫的防备，没有搞头。仙，本君今天斩的就是下。别张咒！苏明，小心！这是去，你们一起上！放心，他要不死，我们都得死，我也走不掉。我给你们压阵。爸，还弄死他！似乎不担心呢。蝼蚁是个斗象。你说我是蝼蚁？抱歉，我没事。所有这些都是蝼蚁，就让我来领教你的本事！怎么可能？你是灵体？我是3师之一，但是最狂的那个。这还是我认识的你。
就是轮回真仙的能力吗？都闪开！亲自出手！林绝尘，你既然出全力，想把老子也打死吧！辛苦了。爽！可惜了，你曾掌握天机，奈何心有魔障，不能悟，到底有趣。内心纯净，倒是了不起的天资。装神弄鬼，以为你唬得住我吗？就算你是轮回真仙，所有人加一块还杀不了你。全力一起出手，不然都是死路一条。昔日我手托天渊，背负天道劫数，依然世间无敌。你们想清楚，再往前一步就是天翻地覆！狗屁！都给我杀！这世界也只有你舍命护我。我接下来这一拳，你瞧好了，为什么？因为会很帅。这是什么？老梁，还打吗？为什么？我明明已经悟透了仙凡境，为什么差距还是这么大？老梁，我劝过你的，可是你执念太深了，导致心魔入体。这个呢，才是我编的正本。这本漫画，这不是你垫猪脚的那本吗？在成为轮回真仙的无尽岁月中，陪伴我的只有孤寂和深渊，所以我来到这凡世，寻找情感真意，使人心不灭。这个呢，就是我编的正版。你正版不看，看盗版，怪不了你成不了仙。原来如此。老梁啊，好好学，好好看，争取早点来顶替我的位置。成仙呢，没有你想的这么容易。这几千年了，我也想到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我输了，我彻底输了。怎么，到清算我的时候了吗？红尘劫数，尽皆被你所倒。凡人都有七情六欲，情理之中，我未曾怪过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神仙，今天我送你一场机缘。
不了，我不需要你的施舍与同情，正如我从来都没有施舍与同情过你一样。苦海翻起愛恨，在世間難逃情命。你要走了是吗？还不行。放心吧，我已经悟了。从今日开始，我会潜心修炼。老梁，不是我看不起你，但是你现在呢，还真构不成威胁。我还没能走，是因为还有一缕残魂未归。在哪儿？不在这个世界。唐舞，有意思，竟然用法术勾住了我的一缕残魂。唐舞，滚归来兮，进！西天，你会怪我，如果不把你强行锁在灵石之中，你就不再是你了。武神，说，属下无能，这方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未能找到复活齐天的办法。这不是你的错。既然这个世界找不到，那我就去更高层次的世界找。迟早有一天，我会让齐天脱离掌控，成为独立的灵。部长，你敢！回来了。把齐天还给我！